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读做哈好啊哈第一条，哈代表笑声，像咱讲哈哈大笑。另外，这个哈嘛有开喙吐气的意思，像讲哈，互我掠到啊。另外，这个哈嘛有啉的意思，特别是讲啉烧茶，咱会当讲哈烧茶。另外，搁一个音读做哈，像讲拍卡唱，有人讲哈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哈气，某人讲是爬哈，就是因为咱人甲舔头的时欠酸素，爱困，喙开开漱开这个现象。另外，第二个词读做哈哈笑，咱用的是大陆拼音，代表讲喙开开大笑的形，卖当讲是笑甲真大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暗时去露营，大家当咧听鬼仔故事，听甲上介紧张、上介恐怖的时，阿明雄哈气，害大家拢哈哈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哈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哈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